天呢，有一个人出来呀，唱功啊，唱功啊，为大家一起拜佛，一起念佛，一起唱功。咱们这4个人呢，在没实现指定之前，长句啊，打这个眼镜拜坛拜佛。每次在指定之前是这样。那么，在这个禅期里边，是比那个念佛期更亲密。这是锻炼金刚不坏。你看世间上，我们要锻炼。我们人呢，本来是不能做不到的事情，你锻炼呢，也就会做到。好像到太空里边去，这个太空人都是训练的人，本来呢不训练，你到太空里是受不了的。那么经过训练，是受得了的。那么他们受训练到太空去，咱们呢训练呢？到那个太角去，不是太空，是太角。这个角也可以说是大角。这个空呢，是在这个角里面生水。空生大角中，不可一欧法。这空在这大角的这个角境里边呢，就好像在海里一个水泡一样。所以你看这个角是有多大。所以那个不是到太空去训练，到太角里去。那么在这个禅期的期间，这光阴呢是宝贵的，是特别重要的。那么1秒钟也不要把它空过去，你用你自己的功。如果你空过去，你看这么辛苦，有什么价值？所以各位没有跑的呢，就好好用功；那么跑的呢，可以再回来。大家共同在一起来用功咱们现在在这儿怎么样用功？天龙八部一定会来拥护这个道场，来帮助你成就道业。那么你自己不要看不起自己。谁开悟了，谁的生死就了，生死了了，那么一切就都圆满。不要像打佛七